嚟到最後一節嘅立法會選舉論壇啦，我哋呢一節咧繼續係總結發言㗎，有請劉家雄名單1分鐘。我哋見到一片黑雲籠罩住我哋心愛嘅香港，西環同埋梁振英用盡一切辦法，包括國民教育，想將香港變成一個普通嘅中國城市。到時大話、貪腐、豆腐渣工程就會充斥香港。有啲人選擇為虎作倀，支持梁振英，荼毒香港市民，嗰啲係保皇黨。有啲人已經冇晒反抗嘅意志，扮反對、暗中投降、分裂民主派，嗰個係民主黨。有啲人有原則，但係淨係識得用舊嘅方法去反對，過去15年已經證實係無效。我哋嘅選擇係用我哋嘅道德感染力，號召所有熱愛香港人一齊行動。我哋嘅選擇係用我哋卑微嘅力量去對抗龐大嘅政權。我哋嘅選擇係要守衛香港人嘅尊嚴，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即使我哋到死，都係有尊嚴嘅自由人。我哋係4號劉家雄、蕭若元、歐陽英傑。好，唔該晒，時間夠啦。下一張發言嘅名單係鍾樹根名單，同樣係1分鐘。各位港島區嘅選民，而家我哋到咗一個十字嘅路口，我哋嘅經濟總量比新加坡超過，我哋面臨咗一個抉擇。你哋選擇理性定選擇呢個偏激呢？今次嘅選舉同樣係理性同偏激嘅對陣。而家理性遭受到前所未有嘅壓力，我5號鍾樹根嘅團隊現在宣布真告急。過去我哋長期為大家服務，我哋承諾議會中有你哋嘅聲音，社區上有我哋嘅汗水。要兌現呢個承諾，就要你哋一齊投票俾5號鍾樹根。民建聯長期為大家服務，最佳嘅選擇就係投票俾5號民建聯鍾樹根嘅團隊。我呼籲過去長期支持民建聯嘅朋友，請你哋喺投票日投5號民建聯鍾樹根團隊。各位市民，我哋宣布民建聯5號鍾樹根團隊真告急，請你哋全家總動員支持5號民建聯鍾樹根團隊。多謝。下一位請吳榮春1分鐘。各位市民，呢次大家投票，千祈冇逃避政黨背景嘅人物，佢哋淨係做數。事實證明，政黨代表在係何港英文嘅沉默，佢哋根本冇幫你做嘢。今時今日香港到呢個地步，你哋都已經睇到啦。佢哋淨係講大話，淨係做數。我吳榮春當選之後，我會街坊首先爭取2件事：第一，不後分球全號下，所有啲打工仔都應該享受有薪假期；第二，政府每2年要為45歲以上的街坊進行一次免費身體檢查。請你哋攞咗手中神聖的一票，投我真正為你哋服務的吳榮春6號1票。多謝大家。下位請何秀蘭。大家好，我係工黨7號嘅何秀蘭。香港人曾經一度係充滿希望，喺03年我哋有超過50萬人上街，用公民嘅行動去推翻到惡法。04年嘅時候，更加有215000位選民出嚟支持民主進程，就係希望盡早落實普選，阻止惡法重臨。但係我哋今日香港嘅局勢比當時係更加嚴峻，國民教育、貧富懸殊、貪腐都係喺建制派呢啲冇立場、冇質素嘅議員之下係支持通過。過去係咁，將來都一樣。喺呢度我請215000位喺04年投過票嘅選民，今年都一齊出嚟投票，支持我哋個個都細危嘅泛民係入返議會。我係工黨7號名單何秀蘭，希望同香港人繼續同行，請大家支持。好，時間夠啦。咁跟住嘅1分鐘總結發言時間交俾葉劉淑儀名單。各位市民，下屆嘅立法會的而且確要處理好多棘手嘅問題，例如房屋嘅問題、土地嘅問題、發展問題、教育問題、安老問題、醫療問題，有好多議題係有啲議員提出嚟呢，其實係行唔通嘅。回購領匯買咗翻嚟之後，邊個管理啊？蝕錢邊個俾錢啊？買回東隧西隧，買咗西隧減價大塞車點算啊？
立法會需要一啲知道乜嘢係真正行得通、乜嘢做得到嘅議員。所以請支持我葉劉淑儀，有豐富嘅政府經驗。選舉係充滿變數嘅，絕對有可能高開低收、低開高收。我哋新民黨係一個新嘅細小政黨，我哋需要每一票，議會需要中間嘅力量、理性嘅力量。請各位選民9月9號記得出嚟投俾8號，支持我葉劉淑儀，俾我繼續為社會服務。跟住請王國興名單總結發言。各位市民，我哋係9號工聯會王國興、潘佩球嘅團隊。工聯會服務香港60多年，為勞工、為香港，真金不怕紅爐火。呢一次，我哋以工聯會嘅旗幟參選，背負歷史嘅使命。現在我哋嘅選情嚴峻，只差一線。我哋懇請所有支持工聯會嘅朋友，唔好慣性投票，全家總動員，集中票源支持工聯會。我哋希望過去未支持過工聯會嘅朋友，同我哋一齊創造歷史，支持我哋，使呢一席係屬於受薪階層、打工一族、小本經營嘅議席，能夠係維護我哋受薪階層嘅利益。請各位9月9號投9號工聯會。時間夠啦，跟住請時間夠啦，跟住請陳家樂名單總結發言1分鐘。舊年我輸咗山頂區嘅區議會選舉，我嘅眼淚令到好多朋友都好擔心。我喊並唔係因為冇咗一個議席，係因為我真係好唔捨得山頂。山頂係我從政嘅起點，而且嗰度有好多好可愛嘅人同埋事。今次立法會選舉，我排喺名單嘅第2位。喺街上邊有好多市民都好擔心我會再輸，但我要話俾佢哋聽，呢一個係我自己決定要排喺名單嘅第2位，因為公民黨想排出最強嘅陣容，可以力保我哋喺港島區嘅2席。如果要我同家樂一齊進入立法會，我哋係需要8萬票，所以請你同埋你嘅屋企人9月9號可以支持我同埋家樂繼續喺議會度為香港人服務。請支持10號團隊。跟住請何家泰1分鐘。各位，近年無線新聞俾人詬病話 CCTVB， 其實我覺得喺80後同埋60後，大家心目中都可能有個 CCTVB， 只不過大家個係中文版定係英文版。我俾大家睇我嘅內心，我就係中文版嘅 CCTVB。我哋呢啲喺60後出生嘅人，睇住無線長大，但係佢今日嘅新聞可以去到咁河蟹嘅地步，我哋都好痛心。如果大家市民唔想無線新聞繼續河蟹落去，請投11號是但啦。我嘅政綱就係爭取新聞、言論、着衫同埋音量嘅自由。因為呢家着衫，你隨時着錯 number 又俾人抬走，你講嘢大聲啲又俾人韞住喺房。我覺得喺真普選只不過係一個口號之中，我哋要爭取呢幾樣嘢，繼續為香港發聲。請投是但藍1票。跟住請曾鈺成總結。香港人多才多藝多創意，剛才大家見得到啦嚇，鬧人吹水做戲講鬼故，各擅勝場。香港呢係一個開放多元嘅社會，各種唔同嘅才能都可以以唔同嘅方式去發揮。不過立法會裏邊呢，除咗吹水做戲之外，仲要為大家所關注嘅重大問題作出負責任嘅決定嘅。為咗香港繼續前進，撐社民連上街，撐人民力量上網，撐公民黨上 court， 撐是但藍舉牌，撐蕭若元拍肉蒲團。選議員，大家呢仲係要選民建聯。9月9日一齊去投票，認住民建聯，給一個剔。香港繼續進步，多謝大家。跟住交俾劉健儀名單。有人問我
你做咗24年嘅議員，點解你唔退落嚟休息下，仲嚟參加直選？事實上係我睇得到香港社會咧出現咗好多嘅問題，樓價貴啦、租金高啦、社會流動困難啦、貧富懸殊問題嚴重啦、中產壓力沉重啦，仲有好多中小企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參加直選就希望爭取你嘅認同。市民係需要理性、積極、有建設性嘅議員去解決呢啲問題，而唔係嗰啲係一味係暴力嘅，係阻撓社會發展嘅。咁我係鼓吹呢個係暴力嘅抗爭啦，我覺得係唔能夠解決呢啲問題，只會令社會咧更加分化、更加內耗。請投票支持理性務實嘅13號劉健儀團隊。請支持13號劉健儀團隊。仲有幾秒鐘。請支持劉健儀團隊。好啦，最後1分鐘時間交俾吳文遠。大家好，今日就係最尾一場嘅電視論壇，我都希望各位能夠理解我嘅能力同埋政綱。有好多人，包括長毛都提過，其實長毛可以排喺我個名單後面，保送我入立法會，但我選擇自己企出嚟，因為我相信你哋嗰一票係對我嘅政綱、能力同埋理念嘅信任。我冇有錢佬支持周街賣廣告，我有嘅就係一班尋求公義嘅年青人同弱勢嘅支持。我哋追求嘅就係一個平等、公義、自由嘅社會。今次選舉，我唔需要8萬票，社民連我哋要3萬票，就可以有一個非常硬淨嘅民主派議員喺議會入邊幫你對抗暴政，捍衛自己嘅尊嚴。希望你哋忠於自己，堅持你嘅第一選擇，撐社民連，撐長毛，撐我14號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多謝。好，時間夠啦，唔該晒。咁今日我哋嘅論壇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要多謝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財務總監何顯先生為我哋做公證嘅。先後舉辦咗6場嘅選舉論壇啦，多謝晒咁多位候選人出席嘅，亦都多謝晒咧咁多位家庭觀眾收睇。希望咧選舉論壇能夠幫助到大家9月9號投票點樣選擇，利用你手上嗰2票啦。多謝各位收睇，再見。再見。